分到比如说再说三说，这问题来是来讲呢，细微小数来讲，世界上起数上大呢，就是生甲死的数上大。啊，咱讲生甲死的数上大呢，咱来看，咱若是听大数做伙，咱会使公式搁再做。听大数处理摆，咱会使公式再做。听那种含义，咱讲老道理，是在但是呢，咱讲这个生死，咱每个人有机会。所以这来讲，机会很重要，就是生甲死的情况。所以呢，这个我讲嘛是咧谈这个用文字讲啊，咱在这世界上唯有就是生甲死的情况。你若无这个体力，无这个体力就是啊，变相是起不好的。因为呢，就是讲为了这个福田，为了这来世的。是一个福道鱼啊，有当你的有手中去精进，不有这里先处靠害，你若要来就呢，这里要这个先处靠害，咱知影咱在这个怀疑靠害啊，你遐就咧这里先处靠害，虽然讲你咧修，但是呢，你若无见性，究竟呢是啥个你个轮回中，这就是讲。修，有咧修，你是修好还是修这个功？这是所以你在这考虑上讲，世人，所以呢，就讲咱在世界上呢，就是生甲死的事情，但是爱好好把，这是讲来讲，咱是为修道是生活，不是为生活是修道。那么这个观点，我上过来讲，就是讲，你是从修道，是咱的人生的一个。那么呢，看的是人生咱这个你讲爱重情轻嘛，你人生嘛就是时间长就长的啦。那么每日呢，手背就是看，你大家是讲啊，你是上班看。因为咱有去上班，你看咱才有时间，有时间呢，咱才会当来维持咱这个个体这个生活，但是这是基础咱若咱修道，咱会当是始终两个在讲咱是修道人，有从这个在这个处理事情的时，咱拢以这个为两个在做，咱有咧修的。始终是这个修行的迄个重点，那呢就是老实讲，这是为修道生活，不是。评论。这今天在办道理，然后那个程序。
开始是送米，要先讲的送米啊，是爱现地先差米对对。所以是打成饭。然后咱就是卤味正中间啊，哦，就开始放，然后卖饭香饭，然后饭香都可以。哦，这是送米这些先放一点点，啊来先个清汤，对不对？地粉丝是炒按摩型啊，无味，哦，所以是无味。来就啥？来就是清汤了，是有一个初鲜香、中鲜香、亚鲜香、中鲜香嘛吼，有蛋吼。你爱安尼煮，伊较袂袂甜，啊无吼，你物件你爱炒伊粉，足麻烦诶，要油水调，足麻烦，你安尼煮就对了。这是初鲜香干煮嘛。中鲜香干，啊来就是豆腐或鲜香食物，啊来遮呢，是清汤的，到遮结束啊，拢无搁现地方嘛吼，来就是银宝丝，银宝丝是那种咸豆腐豆，咸豆，啊，不管是咸豆腐豆，不管是哪里，咸豆沙鸡，荤豆沙鸡。还是银宝丝的结束啊，来的话，桥到了，桥到了，我们乾坤嘛吼，为是前三鸡，坤三鸡，但是吼，咱知影，讲迄个天有不测风云，有旦夕祸，所以你咧客时阵呢，垃圾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天咧客时阵就好说一下啦。然后掉下去，掉下去就卖给你去了，这下节，哦，除非变成去，OK，就来用，这是有机的。那咱教会长期里面了吧？还有兄弟还有。因为太用啊，不要这个利用，不要这个利用，你在用11个啊，除了是预备以外，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讲，咱道场内底咱讲奇数就是阳数，偶数就是阴数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阳数，啊无你就放13样，嘿，无你就放13样。你或许一开始啊，较早甲学的时阵拢是紧张啊，所以我嘛放13样，啊无就搞用，我咪放13样，啊无就甲放11样安尼。一般咱若是讲点足侪种，应该是较袂讲实事。啊，若讲2、3种是放啥？13样放较好，哦，较袂大家紧张看19点报告安尼，感觉较足够。啊，所以咱若安尼记啊吼，就比较不容易忘记啦。上礼节香嘛，啊，点香是安公司嘛，吼，然后酒蛋，还有银宝丝，还有酒道的鱼类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把它记起来。比较不容易忘记。啊，有就是讲，是你引导是吗？引导是社会啊，引导是社会啊。对啊，是代表啊，引导代表。哎呀，引导是代表。金香。代表乾坤。嘿嘿嘿嘿。然后，足多迄细节是讲，咱来的时阵啊吼，这种爱先用好炉油，啊，佮挂这炭香啊，是好，这是清汤，就是烧办斗的时阵，啊，佮有一个，像阮切时阵要办斗啊，啊，电话顶面嘛，来紧去摕落来，毋通到时要办就他妈过的。那这个位置放的话，在中最中间。很有对，很有。哦，啊，你是要放一个距离啦，莫互伊歹客。哦，你若上近啊，哦，你客有影，佫新来有影紧张啊是啥吼，摕无好势啦。安尼有当时你礼仪是无够用，所以你来放啊规个嘛，哦，啊，互伊较好客啦。因为这是要建立一种求道的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这时候下礼就比较重要，因为他们没有擦过，他们就要擦哪里，所以下礼要尽量站靠近，然后告诉他要擦哪一个地方。但是这种中外，这有它这个环
要多大？咱吼，咱好，讲咱安尼，像这边安尼，像咱这边安尼，差不多这放电视吼，咱差不多安尼就对了。我直接放给你。差不多较大一点慢慢变。较大。较大，咱这这放。而且看路大小会决定着这啦。你做大小嘛是差啦，因为你看咱这个习惯无共啊，你较外口，安尼会对袂起啊。啊，你意思是拢爱这个代志，拍安尼啥拢爱。安尼较对会起来啊。嘿啊，较对会起来。啊，你面积愈大，你讲我的份的量来相对。所以咱就是看，连迄比就够啊。一比一。对，一比一。然后你看。你头拄也讲一比一了，你搁尾仔搁较较咧，看外口这是几多度，是几度有没有？诶，你看外口这个，啊，所以等于较咧讲我份。外口那个较难看，你外口那个是那个几度在做，啊，你这是那个数据，他会从外面烧到里面嘛，里面都烧到外面。好，暂停。暂时到这边啊，有疑惑的，我们讨论一下，提出来请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各单位发现如果不一样，也请提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有介绍食材无？迄也袂，咱即摆是先到这啊，那这个的顺序要不要复习一下？如果你觉得需要到前面来看，就直接过来。我看马多会清洗，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咱农民介绍就比较好诶，咱个改咯。你讲古典节嘛？哦，你天热即摆无放着啊，那穿那些其他的倒起来，倒起来，所以一定要办到的时候才能。